因西路开发到近300年过界，西路路街、西路太口、西路米，特别西路透油，韩国係大家路第一。除了以外，唔知乡亲对西路还有乜嘅印象呢？西路其實同鄰背議論共用，如係早安客人吃食嘅蔬菜，其中重料係西路第一大鄉，將美3個家，路街巷甚至喊出嚟6個早安客家式嘅正宗同日本所謂嘅改裝，而呢呢屋都見係保留體嘅。唔過因為西路係一隻商業交易活動形成嘅總頭，客人睇下隻嘅做生意老實，本好多人同化嘅長途如韓國洋葱，早安客家睇下隻嘅實際講差唔多嘅喲，有啲人甚至唔知自家係客人，是由對鄉史同祭祀文化也都來看嘅。林秋玲蔡依昌錄帶我哋去前西路嘅客人。老鹰猛禽类，他把那个钱财抓来，锁住钱财，不要被人家赚走了。你就做生意嘛，就是爱钱。你讲有没有九珠圆圆的啊？像钱财滚滚而来。呢度西路路街係公司係錢財行、錢財館，眾多正嘅建築，你全部看到。三樓那個監拱形的哥德式的錐形，尖尖的叫哥德式的建築，歐洲式的哈。大部分都是昭和12年，1937年那时候我们要做市区改正，整个大街要拓宽拉直的时候去修建完成的，有一点点巴洛克式的建筑物的影响。现在建筑主义的很多流线型的线条啦。西路路街有85%係兩層樓建築，裏面大體係40個炊具，對建築設計創造的解突出許多嘅意義。那個把那個姓氏寫上去，在當時是80年前起樓啊是不簡單的。我現在真係有夠力起一棟樓啊，顯出財富。第二，孩子囝唔好賣了，咱哋寫啲啊咧，孫咯阿公起嘅呢，唔好賣呢。路街嘅副個大體係組合組倉，行路看啊，頭前係做生意嘅素材，後背是係生意嘅生活空間。1、2、3，好。平常这个门关着，有人拍门了，有人在拍了。老板踮着脚看一下，你要种啥哈？哦，买茶米哦，好，稍等呢，我出来提俾你。如果一看，哎呦，高伯啊，哇，高伯啊，你就顾我来啦，高伯啊，你这里门进来，高伯进来以後，再把這個門關上。因為生活冇什麼強容，老祖公的建築度展現智慧。不過呢下行到兩條點前嘅路街，每次所得半日上去，街兩時西路街繁華鬧熱。西路大桥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是我们这边一个叫渡船头，的商家就这边聚集下来，就变成一个聚集起来，就变成一个市场，就塞的街，就慢慢成型起来。在清朝的时候我们的交通是靠着浊水溪上面的水路，我们有很多的地白啊、小船呐，是往山里面去运输山产过来西螺，然后往海边呢是到鹿港去运输很多的这个对外的贸易商品来西螺这边做买卖。那时候整个西螺镇我们是属于这个鹿港的经济生活圈里面的一环。
不過當人可能唔知西螺嘅發展其實同行業有動情嘅關係。西螺了一半，因為西螺有一個氏族叫姓廖，他們是生廖死張，有這個習俗在這裡。那追本溯源出來，大家知道說，張廖姓他們的來源祖籍地是福建诏安，啊，他們就是我們所謂的诏安客。薄殼嘅建築講出歷史嘅痕跡，經過歲月嘅變化，看起來很難樸實。也都為採樓改行嘅了無刺痛，至今800年嘞。這個房子是我曾祖父請人從那個唐山那邊請師傅過來蓋，然後這些建材也都是從唐山那邊過來，請2個師傅一起做，這樣時間會比較快一點，在趕工啦。然後已經有100多年，差不多將近150年的。每次會按樣兩片相逢，逢節冇窮肉，15位渠道唔挑貨，是打送當個嘅高舉頭都不能偷走，是留下羅馬蘇式書中。雖然武當嘅經驗未自己風華律鐵，橋我橋度實講出嚟，也係太負人家。阿祖那時候就是從事木材，還有碾米工廠個 K 油啊呢。那後來到父親這邊就是念醫學的，從事醫生方面的，還有叔叔也是醫生。那我另外一個叔叔也是民意代表，然後嬸嬸是當議員。樓改行嘅刺痛係生活空間，未係富士村民老阿公婆嘅素材。當年春秋兩季，子孫總會到為財富天力嘅衝然通，用着安下位，全場用勞力來祭祖。一相用，一上香；一相用，二上香。仲了係西螺體質太強，包含了鄉里鄉中嘅兩條早恩客，對西螺嘅發展都有東重上嘅影響。比如講，西螺改行除咗要了解早恩客嘅傳統，也係日本書台嘅改種。不過，就唔得否認嘅事實係，西螺嘅早恩客做出一件好老法嚟。雖然講說塞得了一半，那最起碼有1半人是客家人哦。但是你問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祖籍是诏安客家。好，那可以講客家話的，經過這個雲科大的客家文化中心的調查，大概就有1到2%的比例會講客家話。照講是客人後代，我袂當確定，因為我是了解，因為我生了4張啊，就應當是愛安尼，因為我唔知影客話啥啊。西螺改行嘅花雕花藝術家廖光輝，家厝最近佇遐生活800年。祖先阿爸佇改路行係做客家生意嘅，拄到行業來買賣，未使用拗客來嫌佢到。咱知伊客人啊，講嘅你們雙樣啊，伊就聽攏無啊。應當是啦，係。西螺係專為商業交易，人群其中發展出來嘅解釋，行業學老化嘅長途比論輩議論提起還難嚴重。不過對阿公婆派也係宗教信仰，還嚟做啲推論，記到嘅客家身份。比較明顯清楚的就是我們這裡有一個三山國王廟，大概有哪一些是客家人？從姓氏，從三山國王廟的建廟的碑誌文裡面去追查這一點。進入經驗見，老祖公對海富強鎮33規方向後，經過幾百個月，就變做基本嘅規模。對家經驗見留下來嘅大比煞，未做得看得出廟嘅歷史。所以這間廟280年前是教人開起嘅。尾啊，攏河洛人啊，攏東華的尾啊，攏係河洛人啊，阮早迄時去迄個招安啊。特別嘅還有兩隻香爐大草，對正片到左片分別刻咧4個天路老街嘅，用河洛話講就係西螺街。呢啲西螺嘅廟都未係兩位長住嘅。媽祖咪係早安行業普遍嘅信仰，直到朝獻叫媽祖廟嘅切砍也媽祖，
从马祖坡出身，哈那系当地嘅沿途台词。刚才咧，那我经过咁嘅黑水沟哈，无飞桥，无飞桥要过来这一段期间哈，通常都要抢海信，就保护这个航程平安的。海信大部分的信仰都是马祖的信仰。呢度台灣原住文化咪橋下大類，做種出嘅功夫咪當賺到。你賣這些細地，因為說細地細頭你無在用沙，就要按照對。这张好吸管。沒有。没有。這麼少，你空間就這。小食看啊，也烏頭嘅綠醬，其實就係做頭肉嘅原料。而條落山，你慢樹頭嘅熱化哥，見到越講嘅頭肉硬紅，經過越800成日吸收營養精華過後，長肉嚟甘順嘅老樹梅。炒煮要2點鐘安尼豆啊才會熟。皮的感冒啊，互伊啉，皮予啉，皮予啉，阮就愛安尼一甘攏不得像有無？咱安尼拿咧規甘迄有啊就是愛拿咧感冒安尼，感冒再塞入去鍋間內底安尼，所以差不多7天，炒7天了才會當倒。一間頭肉廠喺西路已經幾百年嘞，祖先頭家嘅阿太係賣牛踭嘅，因為牛踭嘅種料係那受歡迎，幫妹種球出貴做頭肉，不過因為係手工做嘅，非常辛苦。有時候晚上11、2點還是要起來看豆子的發酵情形，所以真的相當辛苦。所以一般的家庭想到說嫁到做醬油的家裡面來，都沒有人要嫁。做好嘅頭肉係會開起賣，100至8公斤。醬油做好了以後，就是用挑的，挑到西周或是到芝山那邊去賣，然後從那個西周那邊、直塘那邊買了雞蛋回來賣，這樣子。晚上就是差不多2、3點的時候就要出發。西路嘅氣候溫和，水質好，所以頭肉產業非常旺。最多嘅時節是有38件，2下時中13件。不過財田業唔排得產業讓勞界凋零，自己改清新增記。我們延平老街落寞了大概有40、50年吧，整個街市的繁榮情況全部都消失掉。我們當然會希望說把老街的以前的商業的契機再找回來。後面會講早期勞界開店率要938，2下時中3上。2年佢哋推動勞界再造，咪透過勞務法法鼓勵中，希望燃燒勞建築嘅價值。將近40年沒有使用了。那早期我們在進來要整理的時候，我們大概只能到第一棟的大廳。當初我們在進來評估的時候，中間這一棟是清朝建築，整個屋頂整個都坍塌掉了，你根本看不到後面那一棟房子。你看後面那一棟房子，有獅子，有羅馬拼音的那個英文字。一間餐飲店係勞務法法嘅新工地嘅。本地嘅建築窗面盡量保留，法同時透天玻璃覆擋，本應就得看到好動嘅建築之美。引領大家走入時間的光廊。為什麼說時間光？你看，1、2、3個地方，加上我們現在整件現代的工法，所以說你在一個地方一個門牌號碼，你可以看到4個不同的
建筑风格跟建筑使用的素材，把外面的企业引进来使用旧房子去修复它，重新再利用，街上的人才稍微有点反应啊，大家很乐观其成。这边哈，因为荒废太久了哈，也虽然政府投下了不少资金在这个地方哈，希望能把这个地方的商机、商圈再把它恢复起来，但是一开始哈，因为商家的进驻还不是那么踊跃了哈。还是要慢慢时间哈，去来帮忙这样子哈。泰来嘅书记特别红3万个钱，成熟嘅朋友，出从俩掉做主本日唔記得嘅老不過。50年無人教養，一下仲上就有機會重生。佢到建築內是老嘅繁花落沒落，未當地嘅等人難為住隻新機會。